今日帶大家嚟到大坑光明台，一個實用面積約800尺嘅員工單位。大廳係香港非常經典嘅鑽石廳格局。面對呢種充滿個性嘅線條，我哋今次冇選擇刻意去改變，反而順應住空間嘅天然輪廓，順勢而為，用設計將陽光、窗外嘅山景同埋屋主嘅生活步調重新交織埋一齊。而家就帶大家細味呢個充滿寧靜氣息嘅家，雲端微光，港島山居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Artisan Design， 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裝修前，玄關只有一個基本櫃，天花亦比較單調，入屋冇乜記憶點。所以今次設計，我哋將玄關打造成全屋嘅第一個亮點，無論天花、燈光定收納都重新規劃。原本嘅圖則大門口位置要經過一個斜角位先至去到入屋門口，變相浪費咗客廳啲空間。改動之後，新圖則將原本大門口位置同埋廚房一部分嘅牆身拆除咗，大門正對住主要走廊，直接連接飯廳同客廳，令到動線更加開闊。原本玄關鞋櫃嘅位置亦都打通咗，變做半開放式廚房，令整體嘅空間感大大提升。抬頭仰望，天花上面懸掛住一輪橢圓形光環，而係成個單位嘅開始。以雙層石膏板天花作基底，加埋內嵌式 LED 光帶，營造出一種近乎月暈嘅視覺效果。入門口位置左邊，特別喺玄關櫃身中段，留出一格展示空間，配合暖橡木紋木飾面、背板同隱藏燈帶，再配以啞光奶、杏色焗漆櫃身，附以香檳金屬收口線點綴，低調得嚟而不失格調。之前客飯廳原有木地板同白色牆身，整體感覺比較平淡，亦缺乏設計焦點。我哋由整體佈局開始，重新規劃。主牆採用魚肚白雲、石板鋪陳，金絲紋理嘅天然墨落就好似山水潑墨咁，配合埋 LED 燈槽，勾勒出牆身造型。再用幼細金屬條將石材切割成幾何構圖。電視櫃採用霧面奶杏色櫃身，搭配淺啡石紋台面，中央嘅黑色鋼化玻璃視窗用嚟隱藏影音設備，同樣以香檳金屬收口線嚟點綴。飯廳延續奶杏色配暖木紋嘅設計，帶出溫暖舒適嘅用餐氛圍。特別訂製咗一組吊櫃，結合收納同展示功能，上櫃用嚟收納日常用品，配合木飾面、背板同埋暖光燈帶。弧形木紋收納櫃由地面延伸到上天花，造型圓潤，優化咗牆角本身感覺硬朗嘅線條。圓角嘅設計亦都可以減少日常嘅碰撞。為咗避免一排房門打斷客廳嘅視覺，我哋喺走廊加裝咗隱藏門，將佢同木飾面牆連成一體。當道門閂埋嗰陣，就好似一幅完整嘅木飾面咁，令空間更顯開揚，同時又保留到充足嘅私隱。舊廚房保留咗原有嘅深色櫥櫃同舊式瓷磚，整體感覺比較老舊，亦都令到空間顯得狹窄昏暗。嚟到廚房入口，我哋冇採用傳統嘅實心木門，而係改用一道全高度黑框玻璃牆，黑色釉框同全屋嘅淺木紋同埋奶杏色調形成細緻嘅對比，令整體設計更加有層次。玻璃牆同時保留光線穿透感，令客飯廳嘅空間感互相延伸。玄關同公共空間依然保持明亮開揚，減少咗封閉感。廚房工作台面方面，備料、烹調同清洗3個區域有序咁串連埋一齊。櫃體選用咗淺木紋配奶杏色框線門板，再搭配帶有天然紋理嘅石紋、石英石台面同牆身，營造出乾淨、明亮而富層次嘅視覺效果。同時同全屋嘅設計語言互相呼應，令整體空間更顯一致。設
計並唔係為咗填滿空間，而係為咗留住生活。每一個項目，我哋都會由屋主嘅生活習慣出發，結合空間比例、自然光線、收納機能同埋材質細節，打造一個真正適合居住嘅家。今次大坑光明台呢個單位，正正就係呢個理念嘅實踐。如果你都正喺度計劃裝修，又或者想為自己打造一個更加理想嘅居住空間，歡迎聯絡 Art Ascent Design， 以一體化設計同工程管理，將設計圖上嘅每一筆完整實現成為真正可以生活嘅空間。好嘅設計不止設計空間，更為生活預留未來。如果你中意今次嘅分享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呀！我哋下一個作品再同大家見面。